而大面积修建引起嘅係對修建補助韓國水資源分配嘅爭議，認真缺水經濟普及天嘅擴大修建範圍，明年上半年包括桃竹苗韓國部分嘅嘉南地區有41000人公頃內田區嘅愛修建停工咯。農委會啊多年來沒人講愛發花修建地下，更加沙一下係來犧牲農業，改動人工政策有過衝突嘅矛盾。為咗確保民生永續無問題，經濟部抗旱會議上個禮拜宣布，包含桃園太旱區、新竹頭前區、嘉義曾文區流域列島，葡萄1月14日月停管休耕範圍，影響面積有4.1萬公頃，其中台中有54%係死亡嘅，但係水情持續無好，可能還會有苗栗中港區管區。停管嘅區域超過10公頃，獲發停管補償85000塊，對外介議府獲操行提出兩道補償。天農無法土量，農委會講我7隻8本入租約嘅實際耕種農民。另外，目前契約嘅部分，照民國99年停管補償總額，不如地方農業單位同地主還有天農來做打合。明年的租約口頭租約的部分，還有一部分都還沒有進行，所以這一部分地主當然他會想說啊，他自己來承做。所以這一部分就，我想是地主跟代耕農戶大家也要乘着過去的一個互動互信的基礎啊，繼續合作。農委會講，自今年下半年度開始，水質見到見無拉用，南部有得關係，每棟屋係用供給休白，將勉強維持。但是沙拉塊氣象局預估，除了明年2月被破嘅春雨，再等到5月的熱氣，供應量將有拉。為咗維持民生永續穩定，將我頭頭東部4天之前公告休耕。所以90%的水稻灌區，我們還是在實施灌溉生產，事實上是已經足夠了啊，已經足夠了。我們就絕不可能因為缺水停灌休耕而影響到我們國內的糧食供應。這是農委會絕不可能答應的事情。農委會講，禮拜申請休耕補償，冇影響申請二棟屋嘅休耕補助。工量當中，靠愛樹嘅谷數量2萬還有啦。葡萄部分休耕地區，特殊農民轉作進口替代作物，所以糧食安全冇受到影響。不過農業關塊用水受到特別無水嘅時，變做親身停水嘅。農民雖然得到經濟嘅補償，不過需要強制2天休耕。農委會嘅建議3項推廣休耕體法法，三經濟無水強制休耕而發補償，變做政策上前太嘅矛盾。客家新聞林建儒、劉文輝特別報道。